請嚟聽一首悅耳、感動人心嘅歌曲。當然，首先你係一個愛護自己祖國祖先嘅人。與發展論述，適合全世界國家的人。他們的祖國強大關我什麼事？能給我什麼？清朝未年開始到日本侵華的中國人，現在的巴勒斯坦人是何等悲慘？祖國不需要給我什麼，只需要強大。我的生命安全及尊嚴幾經得到保障，已經是最大的恩惠。否則，無論你在哪裏，必會被人看不起及欺負。這是因為你的膚色，你的祖先。難道中國共產黨建國初期人民不慘嗎？既慘，但是中國共產黨懂得修正，懂得改過。建國初期是弱，但解放軍強，在韓戰與美國打成平手。難道香港人在英治時代不好嗎？
是好，但是英政府是顧慮到背後的主人不是他，背後是中國。中國軍隊強，否則氣氛怎樣就怎樣。在中國軍隊弱時，南京大屠殺、731細菌戰、奸淫擄掠、慰安婦，日本人不當中國人是人，這是例證。沒有絕對完善的制度，只有相對符合國情嘅制度。你要記住，中國只有今日。中國共產黨的制度係過去及當前對中國人是最合適、係符合國情的制度。歷史沒有如果。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判斷形勢是根據當時世界的民主制度而行。若孫中山先生能執政，相信他會選擇西方民主的道路。這適合中國嗎？不知道。只有印度可以做一個例證，只有蘇聯瓦解後的俄羅斯可以做一個驗證，只有東歐可以做一個驗證。他們成功嗎？不，他們不比中國成功。中國的成功大大優於他們。契合國情，能否解決當地嘅核心問題？印度照搬西方民主，長期受宗教對立、種姓矛盾拖累。蘇聯解體後嘅俄羅斯同東歐國家盲目轉軌，引發經濟動盪、社會分化，發展步伐始終受制。與之相比，中國走適合自身嘅道路，無論係經濟騰飛、民生改善，定係國家穩定，成就都係有目共睹，遠遠優於呢啲國家。中國共產黨偉大在於此。鄧小平先生改革舵手不全跟西方，但又不完全拒絕西方的優點，用不論黑貓白貓，捉到老鼠就是好貓，摸着石頭過河，和平崛起，永不出頭論，至今仍在實行，令中華民族重回歷史的全盛時期。實驗是最佳真理。鄧小平先生的業績，中國共產黨的業績，國人現己看到，世人亦己看到了。第二段，孫中山與當下感慨。我睇到一個叫我唱讚歌獻祖國嘅視頻，不禁想起孫中山先生。若孫先生泉下有知，一定會感謝中國共產黨。如今嘅中國，處處欣欣向榮，科技飛速進步，再也唔會被人欺凌。想到呢點，我黯然淚下。呢種眼淚根本係感動同欣慰嘅淚，仲有對歷史嘅無限感慨。孫先生當年喊住振興中華，畢生追求民族獨立、國家富強、人民幸福。而家呢啲願望全部成真，換邊個都會眼濕濕。你諗下，孫先生當年面對嘅係山河破碎、列強環視，中國人被叫做東亞病夫，佢嘔心瀝血搞革命，就係想睇到中國唔再被人欺負，百姓可以安居樂業。而家中國科技追得上世界前沿，航母游弋守護海疆，經濟穩居全球第二。無論係香港嘅穩定繁榮，定係國家嘅全面發展，都唔再受外國隨意拿捏。呢啲正正係孫先生當年最想實現嘅理想啊！共產黨接住咗孫先生嘅接力棒，完成咗佢未竟嘅事業，讓振興中華從口號變成現實。當我睇到視頻，想起孫先生嘅初心，其實係感受到咗歷史嘅傳承同國家嘅蛻變，以前嘅屈辱同艱難，對比而家嘅強大同自豪，情緒自然會湧上來。呢種眼淚係驕傲，係感恩，亦都係對先輩最好嘅告慰。需要我愛